婚姻的警方第年6月呢接到检举，讲有一个42岁马来西亚的查甫人呢，伫咧婚姻高铁站摕真侪张的车票来换现金，有一洗钱嫌疑。目前人是去互法院声押核准。高铁随进行检讨，6月27开始呢，就取消用台湾币来付钱，也要修改这退钱机制。另外，屏东的警方也查到这诈骗集团，因拢走去校园内面的 ATM 领钱，目前有掠到17个人。查甫人来高铁婚姻站的柜台，手提10个人的车票，要办理退票。全部退吗？也是实际全部退？好，一样也是退24,800元哦。警方嘛锁定这查甫人，甲伊押解逮捕，随查扣现金这证物。婚姻警方伫今年6月底接到检举，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婚姻高铁站大量退票换现金，顺线追查出有诈骗集团，先用4名被害者的个资，以中奖必须缴纳手续费的理由骗其他被害人，尾啊，佮以4名被害人的名义，购买10张南港到左营商务舱的票券，再佮用退票的方式诈欺甲洗钱，并以台湾 Pay 的方式进行付款，而此付款方式会产生 QR code 2维条码，这些被害人再扫描 QR code 进行付款。警方依照组织犯罪条例、刑法的强犯诈欺加处财洗钱防治法，加查某人羁押核准。高铁嘛已声明表示，随检讨并修正相关退票的付款机制，6月27取消台湾配付款的选项，嘛修改票务退款机制。另外，伫屏东是查到4个查某人带头的诈欺提领集团，因为着闪诈欺，锁定大学内底的 ATM 提领钱犯案。因为毕竟校园自主的关系，往往警方要执行校园内的巡逻，都要做通报跟学校的允许啊。警方比对分析，发现今年4、5月啊，车手集中伫大学校园甲周边的 ATM 领钱，累计1月到7月有552笔，数量明显偏悬，而且校园变作犯罪所在，对校园甲学生囡仔安全会造成影响。校表示也会提高警觉。掩饰面容者，就疑似可能是车手，那我们就会去关心。屏东警方为4月至7月发动5解行动，查到17个嫌犯，其中有11个人经过法院裁准收押，嘛持续伫监控校园周边领钱的数量，伫7月份已经降到0，嘛阻止校园偷领的事件。记者采访报道。